爱订我频道。大家做伙耍，一两三比叉头。五早，我是狗仔阿公。嗨，阿公，今日要耍啥？阮今日要耍一两三比叉头。这要安怎耍？阿月仔先做鬼，拍伫树仔念一两三。阮爱豆豆啊接近鬼。当鬼越头过来，看比叉头，那叮当就输啊！原来是安尼，你爱加油啊！好，我会拍拼做一个叉头翁啊！准备好啊未？好，一两三比叉头，一两三比叉头。就像要拍卡手的，我爱忍耐。一两三比叉头。阿臭叮当啊，换你做鬼。阿公忍足久啊吼！对啊，我上喜欢和大家做伙耍啊，有够欢喜。嗨，若是你有介意台台好朋友的影片，请甲阮市赞分享订阅频道，多谢。